日前熊本發生7.1級地震，相信好多準備暑假去日本，特別係去九州嘅朋友，都會問而家仲去唔去得？如果航班或者行程受影響，旅遊保險係咪一定賠？首先聲明一下，我聽日就會按原定計劃飛去九州，行程會去福岡同別府，不過我唔會因為目的地唔係熊本就當完全冇影響，亦唔會見到熊本有地震就以為成個九州已經停晒。我出發之前會做5件事：第一，逐一確認航空公司、交通班次同酒店營運情況，唔係只睇一個新聞標題；第二，睇清楚自己份旅保係幾時生效。如果係地震發生之後先買，今次地震帶來嘅已知影響，通常唔會倒返轉頭受保。第三，要分清楚自己擔心所以取消，同航班、鐵路或酒店因天災正式取消，兩種情況嘅理賠結果可以完全唔同。第四，如果真係受傷或者需要緊急運送，第一時間先確保安全，再聯絡保險公司24小時支援熱線，唔好未問清楚就自行安排昂貴交通。第五，所有航空公司通知 JR 停駛公告、酒店電郵、醫療證明同額外開支收據都要即時截圖同保存。旅遊保險唔係買咗就所有情況都一定賠，真正重要係買得夠早，睇得夠清楚，出事時呢做啱程序。我今次去福岡同別府，亦會沿途同大家分享當地實際交通同旅遊情況。準備暑假出發，但唔清楚份保單點保障，可以將保障表 DM 俾我幫你睇下自然災害、行程延誤同緊急支援呢3個重點。